日本首相伊巴西介入昨伫国会众议院发表上任了后的头摆施政演说，伊是公布5大方针，包括新经济方案，还有外交上要继续深化甲南韩、美国的合作关系。伊也以乌克兰状况为例，警示面对中国、罗西亚甲北韩的威胁，日本应该强化军事防卫能力。日本首相石破茂初时伫国会众议院发表就任了后第一场施政演说，伊公布5大治国方针。外交上是讲到美日韩的东边关系，以及甲中国、罗西亚参北韩的对立现状。伊以乌克兰甲中东战事为例，经过外界国际社会当面临分裂的现状。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東アジアかもしれない。そのような不安を多くの方々が抱いております。なぜウクライナにおいて抑止力が効かなかったのか、私は強い思いを持っております。中東情勢なども相まって、国際社会は分断と対立が進んでいます。石破茂伫选举期间提出建立亚洲北约体系，并无出现伫演说中。那伫外交议题上，石破茂承诺会继续制裁罗西亚。佮援助乌克兰，也强调会强化美国甲南韩的合作关系，也讲到中国想要单方面改变东海甲南海现状，以及日的合同拄到涉及的事件，强调日本会采取行動，伫所有的层面甲中国保持建設性的對話。我が国として主張すべきは主張し、責任ある行動を強く求めつつ、諸懸案を含め対話を行い、共通の諸課題については協力する。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日中双方の努力で構築していきます。伫内政方面，石破茂表示会提出新经济方案，協助民生脱離通貨緊縮，佮解決出生率落敗難題。石破茂初就任，民調只有50%左右，創下2002年以來的新低點。伊宣布解散國會，提前選舉大選，遭到在野黨批評向公做代志。二次大選結果也會檢驗石破茂團隊的民意信任度。公視新聞朱淑芬編譯。